希望之光邀請到一位媽媽黃小姐 Yuki， 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同仔仔共同面對罕見惡性腦部腫瘤嘅經歷。Yuki 你好，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當初係點樣留意到仔仔身體出現異常？嗰陣時仔仔就18歲，係一個護士學生，有開始頭痛，咁之後再過咗一排，佢好似隻眼有少少鬥雞，向上望個眼珠向唔到上，咁又去到急症室做埋個 MRI 啦，醫生就話喺病房瞓一晚觀察下啦，咁樣同佢 settle down 咗之後呢，15分鐘到我都未翻到屋企，醫生就打下嚟啦，咁就話係佢有急性嘅腦積水，要做一個緊急放腦積水嘅手術。影像睇到佢個腦嗰度好似有個陰影。其實我斷斷續續都做咗醫護行業都20年都有，一聽到呢啲咁嘅説話，我知出事啊！腫瘤嘅名稱叫 Longeminoma 啦，非生殖性生殖細胞瘤，係一個好罕見嘅腫瘤，咁就係亞洲人居多。咁香港嚟講呢，我腦外科嘅醫生講呢，一年平均都係得1-2單嘅啫。非生殖性生殖細胞瘤個位置就喺個松果體，喺成個頭、成個腦嘅中間，終於做咗啦，但係就只係攞咗2/3咯，去形容。康復完就再同佢電療，咁好啦，搞咗1年，諗住醫生寫晒紙佢可以翻學噶啦，嗰刻仲曉行曉走啊，少少先談都冇，點不知又嚟第二次復發，咁就今次復發呢。喺個脊椎，咁脊椎有幾節都有發現有腫瘤。之前唔係話做完手術就同佢再全腦室嘅電療，咁啊確保佢真係消滅晒嗰啲癌細胞。醫生就話，因為阿仔太細個年紀，個風險太大，唔同佢電個脊椎，就淨係同佢電咗腦室。結果第二次復發真係喺個脊椎。咁之後第二次復發就醫生就話同佢做個幹細胞移植同埋高劑量化療。我已經係揾資料，見到試伽馬刀醫個病。嗰陣時我認知嘅伽馬刀唔多，問腫瘤科醫生，我話可唔可以試下做伽馬刀啊？咁佢話唔搞其他住啦。我哋又 miss 咗呢個伽馬刀，做咗幹細胞移植、高劑量化療，唔係正常人承受得到嗰啲辛苦，日日係咁屙血，有少少精神錯亂。佢直情係同我講：媽咪啊，我唔想讀nursing啊，我有驚恐症，我好驚聽到啲嗶嗶聲。哇，辛苦到不得了！一口佢穩定啲，過咗個半夜，睺佢瞓咗呢，冚車翻嚟沖個涼之後又飛翻落去，係啦。咁佢個心就定好多，因為佢想翻學，佢想快啲去復課。又細3個夏天，開學之前有去照啦，翻發喺個腦裏面另外個位有啲腦積水添，因為之前做過一個全腦室嘅電療，如果今次開機同佢做呢，都要計到好清楚。咁我就即刻問佢：呢個有咁多限制嘅，其實我哋之前去聽過伽馬都繼續講咗嘅，可唔可以去試呢樣嘢？咁佢話部機都係放射性電療，放射嘅視線都係嗰隻嘢，同埋呢個伽馬刀個費用應該負擔唔起。第二次復發開始，我需要長期照顧佢，我已經辭晒冇做嘢，靠綜援人。我爹哋媽咪都係過身嘅，自己又係單親，我同個仔都冇買保險嘅，咁所以就冇乜 support。因為之前聽個 seminar 就提過係知道有伽馬刀有個基金可以幫翻我哋，我已經係 download 咗你哋基金申請表，嗰刻俾埋腫瘤科嘅醫生，諗住叫佢幫我填。呢段期間左腳係開始冇乜力，左邊眼皮咧開唔到，咁就有呢2個情況出現，都企得起身嘅揸拐杖。咁醫生就話去做個模先啦咁樣。咁好啦，咁做個模之前，佢又要做一次 MRI，變大咗2倍，指個腫瘤大咗，腦積水，嗱一聲做手術，咁就放條喉落去疏通個腦積水，排翻啲水出嚟。化療組嘅醫生冇噶啦，你做完幹細胞都係咁，搞唔到噶啦，你不如連呢一次嘅手術都唔好同佢做。佢嘅暗示係叫我乜都唔好做。左穿右插人脈嘅關係咧，就介紹咗一個
我可以嘗試會唔會可以睇到阿仔嘅腫瘤科醫生、放射科醫生同埋腦外科醫生都覺得阿仔迫切性要過醫院見呢位醫生，一定要阿仔出院，所以咧就幫阿仔內置咗一個叫做 VP 新嘅嘢，因為粒嘢咁大咧切唔到，涉及好多成本性。裝完呢個 VP 新之後，住院期間就一路 drop 落去，咁左邊隻手咧就開始戚，突然之間連食都食唔到，要插鼻胃喉，已經係兩隻腳都遞唔起。兩個眼皮就生晒啦，開唔返啦。呢個過程講緊係10日之內發生。出院之後就即刻安排佢去見嗰位醫生。佢話啲血小板啊、白血球啊、紅血球啊都未回復返正常嘅水平。因為中間脊椎嗰次復發咧，佢做完高劑量化療同埋幹細胞移植之後，仲要再進行全脊椎嘅電療。咁造血功能一路都受損緊。佢話藥物我哋落唔到，因為佢太差啦啲指水。如果肝功能得呢，我嘗試同你考慮睇下落唔落到免疫治療。咁就俾第三個方案俾我啦。咁啊好啦，咁啊再翻去啦。話其實我哋幫佢唔到。我話點解？已經係逐漸好緊喎，你啲血報告，你一直唔同佢開藥，唔同佢治療，越嚟越差係正常。咁佢話總之我哋幫佢唔到。你試下舒緩治療啦。拖咗咁耐，你而家呢一刻先講。咁而個小朋友亦已經係同你哋所有醫生即係握手係同唔係，已經係好肯定咁答咗你，我要醫。因為阿仔做手術之前同我講過，無論幾辛苦隻藥我都要試，就算我試唔成功，真係死咗，我都幫到下一個人。可能我試到得呢，佢以身試藥。如果你呢一刻咁樣判佢死刑嘅話，咁你試你都仲有一線生機，你乜都唔做都係等嘅啫。一離開咗醫院門口都未走，即係個人崩潰。我即刻叮一聲諗起加埋刀，即係仲有一個曙光。何醫生嗰個卡片呢，就喺個 file 入邊，仔都揸住我隻手，因為佢淨係佢講唔到，就係揸一下手係，兩下唔係，俾我咁樣，咁就即刻打去。我仲喺醫院門口踎咗喺度，阿仔就喺輪椅。嗰日就係二玲姑娘聽電話，咁佢又好好啦。咁佢話我即刻問阿何醫生幫你處理。好快咁樣，何醫生咧就叫佢照個 MRI。阿何醫生就話好大，46.5 cc， 成粒雞蛋。但係我睇翻醫健通。你啱啱第3次復發嘅時候係得個20零 cc， 即係1個月內20零去到40幾。我話而家係政府醫院醫生全部話要舒緩治療，放棄幫下佢啦。你開個會研究下，去定一定個方案。係啊，去定一定個方案，因為太大，開始食入去個腦幹嗰度。應該1個禮拜到話可以同阿仔做個加碼刀。佢就話，但係呢一個加碼刀目的係想幫你縮細佢，等佢可以符合翻政府醫院醫生佢嘅要求，而令到佢可以開藥俾佢。我問阿仔你試唔試？咁佢亦都見過何醫生，何醫生就話晒所有方案佢聽。咁個仔話 OK 做，因為要拆線啊。裝完個 VP 身嗰日，咁要翻政府醫院就見腦外科同埋見放射科醫生。咁我同佢講呢件事啦。佢可以做到，我估唔到佢做到嘅嘢就係腦外科醫生話：係唔係你想做加碼刀啊？係，你舉個手指公啊，做個叻啊！佢做到喎，但係嗰刻佢啲手係攬埋晒㗎啦，已經。佢居然佢做到手指公，係唔係所有痛楚、所有做完治療嘅後果，你都一一可以承擔同面對？如果係嘅，你舉個 V 字嘅手勢啊，佢又做到喎。佢都俾好多難關佢喎。係啊，你係咪乜嘢都唔怕做治療？係嘅，你俾個8字嘅手勢我，佢又做到喎。之後佢臨尾再要同阿仔講，你會唔會想同陪媽咪行埋呢段日子冇咁辛苦啊？佢就唔應佢啦。即係對於佢嗰一刻咁難做嘅嘢，都做到俾你睇。你話佢個決心有幾大？我都係尊重阿仔嘅意願去做。
喺完成整個伽馬刀治療之後呢，有冇一啲明顯嘅成效可以喺仔仔身上體現到？咁做完之後就，因為每一日都要返屋企休息啦，咁就都係攰。我覺得唔係主力係因為伽馬刀令到佢攰，係因為佢個體力同埋佢個狀況捉得好緊要，係啊，都咁做到第5次到啦，佢隻右手咧開始冇返事。咁做完10次之後，可以嗌出聲咁樣，腳輕微可以喐得返。啲手咧都會有返少少力，所有嘅嘢都係好轉嘅嘢，輕微嘅好轉，但係好明顯，好個方向發展，好明顯見到嘅。咁即係一路做就一路好。治療當日有冇一啲畫面你係最深刻印象嘅呢？做完10次伽馬刀第3個星期，因為我問我何醫生就話幾時先要同 patient 去照睇下個結果係點。佢話一般嘅 patient 係2至3個月先要去照 MRI 咁啊。因為阿仔呢個 case 呢個情況，所以佢3個星期就去照，好似拍電視劇咁樣呢，不停出入，好緊張咁，唔知做咩。突然間何醫生又飆咗入去，咁何醫生就入翻佢埋嚟啦。媽咪睇下粒嘢冇咗啊，46.5cc。做完呢10次之後3個星期，照完之後冇咗超過97% 啊！我望住個 mon 啊，我望住啲片啊，同之前46.5cc 一齊放落去左右。之後我終於明白嗰一刻，明白點解個放射治療師切槍唔算，連何醫生都覺得真係奇蹟發生。佢即刻同我量完出嚟3cc，咁我話咁而家係細到點啊？即係粒雞蛋變咗粒黃豆，哇！奇蹟啊！真係全部人都好振奮。何醫生話一定要把握呢個時間開藥。咁好啦，我就攞埋晒啲片啊、報告啊，翻去政府醫院喺嗰度見嗰位醫生啊。個醫生唔信，咁我就急啦，因為要把握時間啊嘛。咁我就周圍揾，我終於咧係揾一位腫瘤科醫生。咁佢話佢而家咁嘅狀況，我俾1隻標靶藥去試，咁就試咗標靶藥啦。咁好啦，到試完標靶藥又做埋伽馬刀，又縮到咁細啦，咁理想啦。由你哋醫管局嘅醫院照多次腦同脊椎嘅 MRI， 醫管局嘅報告顯示都係咁細。攞齊晒啲嘢俾翻個醫生去復診嗰陣時睇。咁好啦，我開翻標靶藥俾你咯，跟翻佢咁開啦。基金喺邊方面為你提供到支援？因為阿仔係罕見之中嘅罕見啦，冇任何基金可以 support 到我哋，除咗何醫生嘅伽馬刀基金。佢嗰10次嘅治療費用1個仙都冇收我哋，佢真係救翻阿仔。但係私家嗰位醫生呢都非常之好人，佢1分錢診金都冇收到，淨係收咗個藥錢。咁但係嗰個藥錢呢要8000蚊，食1個禮拜嘅啫。因為呢個係自費藥物，政府醫院係醫生喺開呢，就平2000幾，政府醫院係開翻藥俾阿仔啦，好好啦。咁啊維持咗3個月之後就見政府醫生啊，夠期，即係1月28號 MRI 報告，第4次復發，唔係原有個粒，發現咗新嘅一粒1點幾啊，好似政府醫院醫生話，我覺得藥物幫佢唔到噶啦，我唔會再開藥噶啦。你咪試下可唔可以做多次伽馬刀咯？咁我已經又一次打擊，我又慌過啦，已經。總之佢就話佢唔再開藥住噶啦。咁我即刻又一出門口又即刻打俾阿何醫生。哇！佢直情緊張到不得了。我話點啊？何醫生做唔做到啊？你同我講過，如果喺唔同嘅位置情況下係有機會可以做得到，再次做伽馬刀。以上次嘅經驗，佢會大得好快。1月28號嘅話有一粒，咁去到3月3號嗰日照係第2次照啦，就已經多咗一粒添啦。何醫生緊張到呢，即係唔等啦，唔等啦，第2日都唔等啦。嗰日照完 MRI， 朝頭早照完，晏晝同佢倒帽之後，同佢開機嗱一聲做一次。今次第4次復發，呢2粒細嘅嘢咧係冇影響阿仔個進度嘅，佢一路都進度得好好，佢個口已經生得埋好多，佢可以講到嘢，但係當然講嘢係唔清晰啦，因為始終合唔晒個口，有啲咬字佢會唔正，膠紙黐開佢個眼皮啦，佢可以有精神去睇 iPad，
揾筆寫俾我，佢係寫，即係執筆係寫到，執筆係寫到，嗯係啦。隻手係已經係好靈活嘅啦，兩隻手已經有力基本上有力有成，大髀都會有翻力，咁個人都肥翻啲，血嘅指數都升翻。咁而家我就係等緊再照多次 MRI 啦，咁同埋就 keep 住抽血做檢查啦。咁總之而家阿仔嘅情況就係全部嘢都係不斷好轉緊嘅。嗯，有樣嘢咧就咁可以俾其他嘅癌友可以知道，我就一路都同佢 keep 住有食標靶。我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今次有啲咩特別咧？個加碼都係同步做緊兩樣嘢，食緊標靶同埋食做緊加碼刀。作為患者嘅母親同照顧者，我諗你身心承受嘅衝擊都好大啦。你會點樣去舒緩來自各方面嘅壓力呢？其實係靠自己好多嘢，係一位精神科醫生，一位心理學家都話，你會硬住頭皮咬實牙關，但係我相信你會行得到。要自己尋求自己嘅出路咯。其實何醫生係一位好盡責同好 take care patient 嘅醫生嚟，因為我做醫護咁耐啦，你俾我見到一個醫生係冇時間限制，隔日或者係日日都同你傾緊點啊仔，點啊仔，好窩心。你覺得社會應該點樣去支持一啲患上罕見腦腫瘤又或者係罕見病嘅患者呢？成日話冇數據，咁你唔行第一個嘅研究，你唔去醫第一個嘅話，你邊度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呢？總會有人去製造第一個數據，你唔做咪永遠都係罕見同冇數據咯。既然而家個 patient 話無條件去試，不論結果，你都唔會同佢去試。如果唔係阿何醫生肯出手，佢都試唔到由46.5cc 3個星期內去到3cc 嘅結果。我回頭一看，啱啱確診嘅時候，即刻做加碼刀，會有啲咩結果呢？亦都帶出一句啦，政府醫院係治療冇得你揀，醫生冇得你揀，方向冇得你揀。因為你冇咁嘅資源，你冇咁嘅金錢去做其他嘢。咁其實係唔係真係局限咗佢哋話做乜就做乜呢？其實未必係。加碼刀基金係真係幫到我哋，咁同埋何醫生真係一位好有愛嘅醫生。係啦，佢最近同我講咗一句嘢，咁我成日都會感激佢啊，救咗個仔，唔係因為佢真係可能已經唔喺呢個世界。咁啊，何醫生講一句，呢啲係我哋應該做、應份做嘅嘢。我想話俾大家聽，話俾而家現今嘅醫生聽，唔該你哋記住，應份做、應該做。你同仔仔一直都好勇敢、積極咁去面對各種嘅治療啦。其實你哋而家最大嘅心願係咩呢？今時今日佢都係要試要做，生同死都好，我幫到人，我幫到其他人，係啦，呢個係佢個心。我相信亦都係何醫生嘅心，係啦。我哋都希望仔仔可以早日康復啦。咁我都多謝你哋，同埋多謝何醫生，希望有更多嘅人得到你哋嘅幫助，都希望其他嘅病友快啲好返。好，多謝晒 Yuki，多謝你。